我應該就個心好定。喂，但係你而家真係成個比賽所有嘅項目都做完晒，你感覺係點咧？其實好神奇，我覺得有感覺，因為我冇乜點參加過比賽啦，我竟然可以一路通過晒所有嘅測驗，玩晒所有嘅 item，一路完整地走晒成個旅途去到呢個總決賽，係好感恩呢件事。因為佢話咧，之前好多時候咧參加比賽好博樣，嗰個完成度都冇好似全民造星6咁高。似乎聽你咁講咧，有機會我哋要諗一諗，要製作到整翻張畢業證書俾你，考佢好快喎。得閒望下佢，一需要啲力量嘅時候就望張畢業證書嗰度，即係同佢講兩句，我話得，可以行得晒。Rika， 你需唔需要補發一張造星年嘅證書俾你？造星4嘅證書俾你，你需唔需要？有嘅話都好啊。不如我哋落去問下監製同埋導演可唔可以補發俾我哋啊？唔該晒兩位，轉頭廣告之後仲有其他合作項目嘅。